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5月8号，我们要分享的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们要读士师记19章16到30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所以你们要悔改，转向上帝，他就赦免你们的罪，这样主会赐给你们灵力更新的日子。同时他会差遣耶稣，就是他已经为你们选定的基督来。使徒行传3章19到20节。2019年公共电视播出了《我们与恶的距离》这出电视剧，描述一桩随机杀人案发生后的各方各面，除了加害者、受害者及其家属，还有包括辩护律师、精神科医师、司法制度、新闻媒体的报道、社会及网络的舆论，以及可能犯罪的社会边缘族群。议题涉及随机杀人、假新闻、媒体自律、思觉失调症、嫌恶设施等。这是台湾第一部以随机杀人为题材的电视剧。在这剧中影射了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2015年台北市文化国小随机杀人事件，还有2016年内湖随机杀人事件，也影射了政大摇摇歌事件等社会的新闻事件。而这些事件也都对台湾社会，特别是当时的台湾社会造成了很大的震荡。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在当时候没有上帝的时候，也造成当时社会很大的震荡。光明之子，上帝的百姓也会变为黑暗之子。本来呢，便雅悯人应该是敬虔的上帝百姓，当没有上帝的时候，这些便雅悯在基比亚的这些人呢，竟然变成性侵利未人的妾的强暴犯。其实这个悲剧是可以预防的哦，但是这个利未人的仆人对主人说：“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在耶布斯城住一夜吧，不要再往前哦。”可是主人说：“我们不要停在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城里，我们呢要往前走，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或是拉玛来过夜。”这个利未人他应该有想到说，在摩西五经里面有招待自己同族人的条款，所以呢，他选择住在同族人当中会比较好啊，所以因此他就选择来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但是想都没想到，他的判断错误啊！来到这边，他才发觉以色列人比外邦人更偏离上帝，更邪恶。利未人一行人来到基比亚，到了基比亚的广场等了好久，没有人出来接待他们在家里过夜。当他们准备餐风露宿的时候，还好有一位好心的外地人来接待利未人他们一行人，所以把他们接待到家里面让他们洗脚正在吃喝放松之际不料被城中匪徒盯上，他们来敲门来威胁这个老人要交出利未人，把利未人交出来。
好让我们与他性交。其实这些人就是同性恋哦。这种逆性的光景，好像堕落的所多玛一样。老人也堕落到要把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利未人的妾交出去哦。当时的社会下，保护主要的客人比保护自己的子女还重要。基比亚的匪徒很堕落，行邪恶的事。他们不肯答应呢，他们就是要这个利未人把他交出来，而利未人为了要保存自己的性命哦，对自己的妾很残忍呢。遇到自己有危险，就把自己的妾推出去给匪徒，放任匪徒整夜将他的妾性侵凌虐到快死哦。隔天早晨出来发现哦，其实他的妾连敲门的力气都没有了。隔天为了要赶路，连妾的生死都不在意。发觉他不动了，就把他驮在这个牲畜的上面，然后驮回家。不仅这样，他回去把它切12块，好像分尸这样切12块，然后派人分送到以色列所有的支派。没有上帝的时候，利未人切祭牲的专业就变成杀害亲人的残酷工具。也因为他不敢面对自己的生命危机，而以妾的尸块作为控诉工具。因为个人的恩怨，而其他的支派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和对质，造成了以色列人严重的内战。这样的战争也导致这个便雅悯支派快要灭族啊。而这些匪徒原本是要他以他性交的，但是呢，我们就看到怎样？我们就看到没有上帝的时候，利未人他为了自己的好处，他自私的，不仅是推他的妾出去，他也掩盖这些事实，所以造成了这场灭族的战争。以色列人原本是在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好好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把这地变成为弱肉强食的贼窝。没有上帝的地方，处处就充满淫乱和暴力的恶。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邪恶的世代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要谨慎过日子有可能我们也参与在我们现代的恶当中我们对周遭的人事物漠不关心我们来默想，圣经好像一面镜子，照出基比亚匪徒利未人的心思及行为的恶。我们借着读这段历史，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随时面对自己的错误，也能够及时的反省及悔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行公义，好怜悯，我们的主耶稣，愿这邪恶的世代能在你为罪人牺牲性命的十架爱里完全的回转。求主用你的话语重建被淫乱和罪恶破坏的家庭和教会，使他们能恢复圣洁，并帮助我们邀请我们的主在我们
的生命当中掌权做主，在我们各层面都能够尊主为大。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在这疫情升温的过程当中有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